欢迎收听11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尼希米记3章29到32节，紧接着他的手一主一灵。我们看见尼希米记当中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这个信仰群体，这个愿意紧接着彼此的手，一个接着一个重建城墙的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些人是以色列人，甚至这当中有一些是外族人，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很不一样。在今天的经文就有写到部分哦，像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工作当中重建城墙的人，有人是这个银匠，有人是圣殿工人，有人是商人，他们有着不同的工作，然而他们都愿意一起来回应重建城墙的工作。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说的，恩赐有多种，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；侍奉有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主所赐；工作有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人工作的能力。我们看到第3章要结束的时候，或许大家会很佩服很惊叹，尼希米是这么会领导的人，他让每一个人不仅是为了众人的缘故来重建城墙，也更是为个人的缘故，因为他们所建造的就是自己家门前的那一段，甚至有些人有余力，他们愿意为人来承担，来再建造下一段。于是紧接着他的手的圣经原文就出现了，因为每一个人接着前一个人，然后他们就成为了一圈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然而在这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佩服尼希米，但另外一个更需要佩服赞叹要赞美的是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他感动每一个人的心。当每一个人的心被凝聚起来，开始有了共同点，甚至有了共识，共同的方向，他们就能够合一，并且为彼此创造双赢。就好像领导学家约翰麦斯威尔所说的，无论处在何种关系，改变永远应该从彼此的共同点开始，找出彼此的共识，然后以此为出发点，进而往外拓展。在我们所归属的群体当中，我们寻求的是我们个人，还是我们在那个目标里面是有共同点的呢？如果这是我们共同的寻求，我们会在行动当中以此为出发点来拓展行动吗？而且我们在这过程中会为彼此来努力吗？在许多的时刻，我们面对到群体的生活，因为没有人是可以脱离群体来生活的嘛。即使现在有科技，科技的背后仍然是人的思想跟意念在运行。面对群体当中，常常会有不同的差异，常常会有不同的声音，常常会有不同的视角，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在说对错的，而是在说可能是适合，可能是时机，可能是方式。但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到，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，这群人他们愿意来回应，做多做少，是因着他们都有共同的共同点，就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呼召，甚至是上帝的灵感动。不论知道不知道，上帝的灵已经感动了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愿意投入在这其中，成为彼此的祝福，成为彼此的帮助。当我们在群体当中也是如此，若是我们有个共同遵循的方向，共同的标准，共同的实践，我们就会在这其中来经历那个上帝的神迹奇事。就好像尼希米，他似乎花了52天就完成了重建
城墙的工作。这对今天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、很有效能的工作。然而上帝将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上帝的灵感动他们愿意顺服，并且用行动来回应。在这个时候也要恳求圣灵启示我们，在我们所属的群体当中，真的是很容易面对到群体中的差异。然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共同的寻求，就是寻求这位赏赐真理的主，并且在他所给的真理当中寻求合一。就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你和我都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都有梦想。然而当我们愿意彼此祝福、彼此相爱、彼此相助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当中来经历上帝先爱我们，我们彼此相爱的美好画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今天又要开始新的一天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来看见上帝要我们一起来遵循、要来实践的方向，并且在这其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寻求真理，寻求合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是那位启动我们能够来爱人的主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你也是那位启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行动的主，因为我们所有工作的能力、智慧、话语都是你所赏赐的。主啊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话语被主来使用，使人的生命得着祝福，使人的生命也经历被唤醒，有动力。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一个群体的成功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寻求，而这最美好的寻求就是能够一起来寻求你。在尼希米那个时代，你已经做了这美好的事，就是让人因着你的感动，他们愿意回应顺服的时候，就来经历那个美好的成就。恳求主你的恩典也在我们当中来施行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群体中能够保守自己的心，寻求合一。在我们各自所归属的群体中，我们也成为那里面的祝福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有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灵来带领的一天，是美好的一天哦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